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暗头啊食西瓜，半暝啊反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静，子养静第3条。静就是病意思，咱讲镜头，也佫有病静。像讲闹巴肚，咱讲是闹屎静。霍乱古早讲是闹吐症，另外宫颈病台语讲是小狗症，嘛有人讲是小狗病，也佫有鸟鼠身躯的家藻喂互人的病毒，咱讲是鸟鼠仔症。绝症古早讲是死症，若雄雄压起来急病，有人讲是急症。另外病尾，咱讲是屎火，现代讲是后遗症。也佫有一款症头引起另外一款症头，咱讲是并发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反症，字面的意思是讲病情明明就好啊，却雄雄变严重，代表讲代志的变化真紧。第2个词读做歹症头，代表是歹医好袂利的病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暗头啊食西瓜，半暝啊反症。字面的意思是讲尾仔嘛食西瓜食伤过济，半暝啊巴肚胀闹巴肚。虽讲毋是啥物歹症头，也毋过煞真艰苦。这意思是讲一个人讲话无信用，反起反倒，共款嘛是互人感觉歹斗阵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静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